各位觀眾早晨，歡迎收睇今朝早嘅天氣報告，我係黃德勤。早幾日吹住一啲偏北風，天氣相當之凍㗎。咁啊，琴日嚟講啊，轉吹一啲偏東風。天氣冇咁凍咧，氣温都暖翻啲㗎。咁睇翻呢個氣温嘅分析啦，見到廣東沿岸嚟講咧，嗰個氣温咧比起內陸嚟講都係暖翻啲啦。而實際上今朝各區嘅最低氣温分佈咧，比琴日嚟講咧係高咗5至8度左右㗎。咁啊，大部分地區介乎喺15度咧至到16度之間。咁同呢個高空擾動相關嘅雷雨區咧，現正係影響呢個廣東嘅西部地區。我見到啲雨區咧，逐漸會挨近呢個珠江口附近一帶嘅地區。我哋預計今日咧，除咗會落雨之外咧，雨勢有時都幾大㗎。大家翻工翻學嘅朋友咧，記得要帶翻把遮啦。去到詳細嘅天氣預測方面咧，就係密雲啦，咁啊潮濕間中有雨，雨勢有時頗大，同埋局部地區有雷暴㗎。咁啊部分地區能見度係頗低，預計日間嘅最高氣温咧會上升到去18度左右。風方面係吹呢個和緩至清勁嘅偏東風。咁啊初時咧高地同埋離岸咧係間中吹強風。咁啊衛星雲圖上面可以見得到啦。咁啊同呢個高空擾動相關嘅雲雨帶咧逐漸挨近呢個嘅珠江口附近一帶嘅地區啦。咁啊見到啲雲帶後邊咧開始係出現一啲晴空區㗎。咁睇翻呢個雲雨預報方面啦，聽日初時咧個雨勢都幾大㗎。咁啊，去到星期六嘅時間咧，隨著啲雲雨帶咧移開咗香港之後咧，逐漸受到佢後邊嘅晴空區影響，天色會好轉。咁去到呢個天氣展望方面啦，我哋預計聽日咧初時雨勢頗大啦，而星期六咧天色較為明朗。去到下週初嘅時間咧，天氣會再度轉冷啊！見到星期一、星期二個最低氣温大概只有11、12度左右嘅咋。今朝早嘅天氣報告講到呢度，下次再見。